曲哦，全曲。来，第一站。中听团出去，我们唱一遍台语。好，先台语一次，再华语一次。招请咱来团练。
各位兄弟平安，请即时用恬静的心来听候上帝的话。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着，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伫牵绊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着自神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无视凌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三角的吟圣诗，圣诗194首，194首，开我目睭，予我看见，请起立。
请坐。这时三甲同心来祈祷。万军灵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独一无二的真神。感谢你保守阮搁来，便来到你的圣殿，要甲众兄弟三甲用谦卑敬虔的心来阿罗敬拜你。愿你的话语透过罗摩书的头棒，进入阮的心内，互阮搁一摆得到造就甲帮助。全能的主啊，阮承认阮有罪，阮毋是好的管家。阮人类常常挖靠家己的聪明智慧，追求生活的舒适、方便、进步，致使上主交托互阮人类的即个美丽的地面受到侪的破坏，世界的温度年年高升，互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但求主赦免阮的罪，也求主赐下属灵的智慧，互全人类会当齐心一致来挽回这个局势。听堂的主啊，这是暑假期间，阮教会有侪的事工要进行，阮也感谢主安排侪的同工，愿意奉献时间甲所学的专长，求主保守因伫事奉中真实经历主你的同在，互事奉甲参与学习的，拢得到成长的喜乐。当暑假期间，有侪的青年、少年、儿童，马上就要面对升级、升学、出国留学，也是求职。伫因面对新的环境的挑战的时，求主安定因的心，赐予因有属灵的智慧甲勇气，面对人生新的挑战，充满信心，也有真好的准备甲开始。愿安尼感恩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的启应文第7篇，启应文第7篇，也就是诗篇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搭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西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就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属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以上，这是三甲来恭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迄时天下的腔口甲语言拢共款。因东平迁徙的时，伫西乃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伫遐徛起。因互相参详讲：“来，咱就来做庄仔烧火头。”因就用庄仔代替石头，用担仔架代替火头。因阁讲：“来，咱就来起造城，起塔，塔顶通天，互咱出名，才免咱四散伫全地。”第5节，上主落来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上主讲：“看咧，因是同一个民族，讲上一个语言，但因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以后因要做的，拢袂当甲因阻挡。来，咱落来去，拍乱因的语言，互因的话袂相通。”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因就停工，无去迄座城，所以迄座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语言，佮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以上，圣经读到这。这是赞美。今仔日赞美的诗歌是心灵的祈祷，要请新生小诗班。所做的词，那在1997年是由陈玉秀老师委托这个萧泰然老师所做的曲。那这个何言做的歌词呢，比较偏于世界大同、修身养性的这个歌词。那么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牧师看到这个歌词就觉得如果能够加上圣经里面的歌词，会更美、更优美，更有虔诚祷告的心灵。所以这个歌词由黄同佩牧师修词改编，加入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经节。在这首歌呢，当初是为了纪念卢修一，就是何言是长期在关心卢修一先生的这个无论是他的信念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也关心他的身体。那据说是在卢修一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这首歌陪伴着他。所以我们把这首歌由牧师改编的歌词，非常非常的从你心里面的这个虔诚的祷告与大家分享。谢谢。
即是讲道要请赖尚明牧师，今仔题目是化咒诅为祝福。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久无用台语讲道。我目前伫客中信望爱教会咧服侍，伫客家教会拢是用华语讲道，所以真感谢今日有机会代表总会客选来伫本教会来请安报告。那台语无认同的所在，甲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听完题目来感谢，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听听上帝话语，互阮搁一摆会当来亲身认捌上主你对阮的听，阮知上主你的恩典超过阮所想象，互阮搁较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伫阮一生中来成做阮的灯，成做阮的路中的光，来带领阮未来的路站。愿上帝话语刻掉伫阮的心，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今仔日是代表总会的客选委员会来伫本教会来请安报告。过去有机会来伫本教会参加一寡演习会，总是这是第一届来伫教会来讲道。那因为虽然咱阮教会伫竹东离新竹无介远的所在，时常有机会会当经过教会的过程，总是要做伙来甲大家熟悉参与即个活动的机会，其实是无介济。今仔日会当甲大家做伙来熟悉认捌，一切拢是上帝恩典甲带领。今仔日伫教会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化咒诅为祝福，这台语叫做较无好翻译啦甲咒诅成做祝福。因为常常咱拢用华语来思考那台语就爱个无共款的即个来解说我首先要请问咱各位兄弟咱若有机会来买厝，大家会想要住伫大楼，还是住伫即个平地的即个透天厝？想要住大楼的，敢会当举手？嘛是有吼。若要住透天厝的，有吼。大楼甲透天厝有啥物无共款？大楼较悬吼，透天厝较济层啦吼，较舒适。有一摆我着问我的查某囝吼，伊即马今年8岁吼，我着甲伊问讲，这以后你若有机会买厝，你想要住大楼还是住透天的？伊讲伊较爱住大楼啦吼。我讲是安怎？伊讲即个大楼吼，会当看足悬的风景嘛会迄个面顶会当伫即个有真水的即个安尼悬度会当来欣赏。我着讲住大楼若地动要安怎？你敢会惊地动？讲袂你若住家厝，毋是嘛会惊水灾？即个厝真水吼，阁有游泳池，总是伫海边若即个海影较大，着淹甲厝内拢满世界。所以有当时咱着咧想讲，敢若毋管住大楼还是住即个透天厝拢有伊的风险啦即个世界敢有一个所在一间厝是绝对安全的。会记你我查某囝伫幼稚园的时阵
哦啊，有一届因的老师的叫因画100图，哦画家己的厝吼，家己的厝，啊，伊就画100图，哦，即个小可褪色啦吼，啊，毋过面顶有小可看会到一个记号，哦，因为老师就问讲，先仔你的厝吼面顶有一个12字的记号，啊，阮查某囝就真古水甲老师讲，啊，因为阮兜就住伫教会啊，啊，教会拢有12字。哦，啊，老师就讲，哦，恁兜是伫教会，哦，恁就是迄个基督徒安尼吼，所以100图我就甲留起来做纪念吼，所以即马小可褪色吼，为100图会当互咱思考一个真有意思的意义吼，就是有当时咱人拢会想要住家己所喜意的厝，吼，毋管是大楼，毋管是即个透天厝，总是圣经嘛有讲，哦，即个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哦，起造人的即个枉然来努力规日空空，所以咱所住的厝，哦，其实毋管是官楼还是即个病房，上要紧的就是爱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阿免吗？咱常常咧入新厝，吼，拢会送即个主人，一个匾额，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咱家庭的主。所以即个字的意义，就是代表讲，咱的家庭，上要紧的，毋是即个厝的价值，嘛毋是即间厝。哦，伊有偌济即个保全的系统，上要紧的是即间厝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哦，所以咱的厝若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哦，安尼就有上帝的同在，咱就毋免定挂虑讲，哎哟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会风台要来啊，还是即个地动要来啊，咱拢无法度来预测，总是有上帝甲咱伫地，咱就有平安的心。所以，咱人常常有真侪的欲望啦，吼，嘛有咱人生的即个计划，咱的梦想中，梦想的即个厝，想要爱即个车，想要赚更较侪钱，想要得到更较侪的即个物资，总是咱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有即个欲望？是好还是歹？欲望本身到底是好还是歹？有当时咱会想讲，特别是咱伫教会，咱即个基督徒，咱会想讲咱得信主了后，莫有伤侪欲望啦，吼，那上好是拢放互空，所以佛教有讲一句话，讲咱四大皆空，就是啥物拢莫想。总是圣经并无甲咱限制咱人的欲望，上帝有互咱人有思考的能力，嘛有互咱人有智慧，所以咱今日来想，若是人拢无欲望，我透早起来，我着啥物拢莫想，我着倒伫眠床，上好喙拍开，就即个馒头就走来我的喙，我手伸出来，就牛奶就走出来。咱若无欲望，咱就无人生的目标，咱就袂去努力趁钱。所以，其实人有欲望是好的代志。咱有一个目标，比如讲咱想要买一台车，咱就会好好去做工课，好好拍拼，把即个钱捡起来，来完成咱的目标。总是咱人的欲望，若是超越上帝要互咱做的代志，或者是讲咱人的欲望是去侵害着别人，安尼即款的欲望就毋是好的代志。比如讲，我想要一台车，看到人哇驶变如的真新鲜，结果我就去甲伊偷摕，还是讲哇看到即个人有钱，咱就去甲人欺骗，像即个诈骗集团安尼，但人的欲望若去侵害着别人，安尼就是上帝无欢喜的。所以，咱的欲望袂
袂当超越上帝的旨意，咱的欲望会当互咱搁较侪的进步。今仔日伫咱的圣经创世纪11章有记载人的欲望造成的遮个罪恶。伫咱经文创世纪11章第4节即个经文大家拢真熟那即个经文讲，来啊，咱来起造一座城，一座塔，塔会当透天顶，为着要传扬咱的名，免得咱分散伫全地。伫即个巴别塔的故事相信咱拢真了解咱嘛知影即个故事最后上帝并无互人完成即座塔。为虾米呢？因为人的欲望甲上帝所要互人的即个祝福是无相款。咱知伫即个创世纪11章进前是记载啥物款的故事？甲顶一长个礼拜共款，拢无人反应，应该是迄个拿阿的故事咱拢真熟伫即个人犯罪了后，上帝就即个启示拿阿做一条大船将邀请人来进入即个大船内底因为上帝要用即个大洪水来毁灭即个世界。总是最后入即个大船的人只有拿阿甲伊的囝甲伊的即个因囝所带的遮个太太敢若一口罩8个人得救。所以最后当即个洪水退水了后即个拿因一家伙出来，上帝就甲因立一个约这个约嘛叫做这个彩虹的约上帝讲恁着爱即个生产济济，遍满世界上帝意思是爱人会当生产遍满上帝所创造的即个世界。总是人的欲望是想要所有的人拢带做伙上好人拢莫分散。所以伫即个今日的经文创世纪11章，人就开始要起造一个城甲一座塔互人会当全部拢住伫即个城甲塔的顶悬。即个塔搁拄天代表人会当甲上帝来做边顶。所以人的即种的欲望已经违反圣经的即个精神。人的欲望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就想到一个方式，因为迄当时的人拢讲共款的语言就亲像咱即马台湾讲华语的人愈来愈侪所以较少年辈的莫讲即个会晓讲即个客语啦连台语可能就真恶讲，因为父母可能嘛拢家己的囝讲华语，亲像我甲阮的查某囝，阮嘛是常常会讲华语若讲台语，伊就讲伊听无所以随往阮细汉就讲即个台语的环境大汉，总是咱的语言若无甲后一代来生活来讲即个语言就真紧就会流失去。所以上帝就想到一个方式甲人的语言变无相款，互人无法度来顺利完成即个造塔的工程。当上帝将人的口音变乱了后，因的语言彼此袂通，因就无法度搁继续来完成因的工程的工课。亲像迄当阵早时我伫即个电子公司上班的时阵有当时有即个日本来的即个工程师也是遮个设备商语言袂通就伫遐比手画脚我有学小可日语，就会当小可甲因讲一下无有当时遮个专业的遮个名词
真軛来翻译，啊英语嘛无讲介好势，就常常会发生足侪个问题，遮侪误会，就安尼来产生。所以语言是真要紧。迄当时人拢讲共款的语言，所以人要做啥物代志拢真方便、真顺利。总是当上帝主动人的即个工程时阵，将人的即个语言变乱了后，人就无法度继续来动工，所以人就因为安尼来四散。伫咱即时共款咱有即个华语的礼拜，台语的礼拜，有时。咱无共款的语言，要斗做伙，就真无简单。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即个巴别塔的故事，相信咱大家拢真熟，甚至伫细汉咱主日学就捌听过主日学老师讲这个故事。即个经文的结局，就是上帝将人的口音变乱，人就因为安尼来四散。敢若故事是毋是安尼就来结束？总是咱会想讲，哇，即个结果来看，上帝对人的即个做来产生遮个生法，来救助人，互人的语言变无相款，敢若是上帝对人的一个生法。总是虽然咱人看起来，变乱口音是上帝对咱人的生活，总是伫上帝伊的旨意，总是关过咱人的旨意。上帝的即个念头关过咱人的念头，所以咱人看起来，上帝对咱即个人类是一个救助，救助人，互人语言袂通，总是伫上帝的心中，伊敢真正是想要救助人。想要来，互人来得到影响吗？其实，咱对即个世界的即个现况来看，上帝迄当时将人的语言变乱了后，反倒互咱人类产生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即个文化。因为一种的语言，就是代表一款的文化。互咱人会当搁较多元伫即个世界来生活，所以伫咱人的思想来看，咱拢认为讲就是大家爱即个合作伙，大家爱带做伙，上好是愈侪人愈好，所以较早的家庭拢叫做大家庭，一口罩7、8户，大家拢带共做伙，这个厝头发生啥物代志，厝尾就拢知影。咱人嘛想讲上好是全世界拢统一共一种语言，共一个国家，莫分甲较济。上好咱人，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顶头的即个总统，讲啥物，下骹的人全部就拢做啥物。安尼咱人是毋是拢真顺服？其实安尼就变做啥物？人就变机器人啊！所以是安怎上帝互咱人有即个知识，互咱人有财物，互咱人会当家己来判断是非，是因为上帝对咱人的疼，互咱人有选择的机会。总是人拢无爱有互人有真侪选择的机会，所以才会产生即个巴别塔的即个事件，以及咱即马世界。常常因为安尼要来争取侪的遮个名声世界第一关楼佮就亲像迄当时的巴别塔的即个故事共款即马全世界上悬的大楼，大家敢知影伫啥物所在？伫迄个杜拜啦即个悬800外800几公尺足悬的即个大楼毋知敢有人捌去过我敢若伫捌电影看过即个汤姆克鲁斯来爬过即个大楼就感觉这真恐怖呢，遮尼悬莫讲跋落来这敢若要看即个大楼的悬顶，就看袂到互昏炸咧
咱台湾上悬的，无种就是台北吼101大楼。过去嘛捌诚做世界第一高楼，总是即马已经互国内国家拼过。有当时咱嘛会想要争取世界第一富裕上好野的人。今年上好野的人，全世界上好野的人，听讲已经换人啦。本来是即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即马换做咱查某人应该诚介意。即个牌子敢捌看过 ？LV 的即个董事长诚做世界上富裕的有钱人伊即个应该是一年的收入即个单位可能敢若银行捌出现若咱的财富有遮济我看可能暗时拢困袂去惊互偷摕也是即个通膨的连面的损失骨来挽去。所以人的欲望往往想要争取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富裕、世界第一高楼上好是我一个人来家己来独享像咱有看新闻常常讲即个乐透已经搁剩几亿有诶就想讲哇上好是我一个人独得不要与人同享安尼上好总是咱若真正得到遮个钱财，咱毋知日子敢会好过其实无一定啦有当时有钱颠倒互人有搁较侪烦恼，所以咱人的思想总是会想要互遮个名声物资拢成做咱人的遮个利益。上帝无爱咱人有即个专权无爱咱人有遮个独裁的心，所以即个古早时代有即个皇帝的制度有即个起造即个金字塔互世界的人来即个来瞻仰来看，就是拢为着咱人的需要。上帝的思想并毋是安尼。虽然世间的人拢犯了罪起造即个关塔，想要甲上帝平等，得罪上帝，总是上帝是羞辱、是自爱的神。上帝虽然看起来是要处罚咱人的即个行为，总是上帝的背后嘛是有上帝疼咱人、愿意赐福人的遮个心。上帝透过将咱人的语言变乱，其实进一步是要互咱人来产生多元的族群，来建立更较侪的部落，即种的文化。因为上帝是多元的上帝，上帝毋是独裁的上帝，所以透过咱人的语言会无相款，互咱人有更较丰富的生活。人嘛，因为安尼不得不按照伫上帝的心意来发展所以咱即马全世界有几啊千种的语言特别是咱伫台湾有偌济语言，华语、客语、闽南语有人讲手语嘛是一种语言原住民呢原住民即马即个族群愈来愈济一种即个原住民的族群，就代表有一种语言像咱新竹较大部分是泰雅尔族有泰雅尔族语嘛有即个中部布农族南部卑南族等等逐种的即个族群拢有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语言，就代表啥物代志？文化即个习惯嘛，拢无相款，所以咱台湾是一个真丰富多元的岛屿会当伫遮个无共款的语言的中间来体会无共款的民族甲生活，所以对安尼来看，是毋是上帝对咱人的一足大的祝福？今仔日我代表总会客选来甲列位来请安报告。咱知影客家人伫即个
小小的台湾，嘛是咱台湾第2大的族群。敢若客家话，都有几种的腔口。其实毋那2种像我大的即个教会，我虽然学即个士官，总是遮的兄弟得当拢是讲海陆，所以有当时就一开始有一个困扰啦，就是我读迄个客语的圣经，读士官的腔口，总是甲会友咧交谈记接时阵，我都爱转做海陆的腔口，像咱咧即个耶稣，即个士官耶稣，总是海陆的腔口讲耶稣，有当时我讲士官，因会讲我讲毋对呢，我讲我哪有讲毋对？因为因讲的是即个海陆的，所以伊就会甲我来纠正安尼。所以到最后，我就讲到尾也就火气安尼就士官甲海陆拢揽做伙，因就讲我哪会揽做伙？我就讲因为我四海的，四海一家拢是人嘛，所以就变做四海腔安尼。会友嘛是拢真接纳啦，因为知影我客语嘛是来遮甲学习所以咱客语其实腔口就几种莫讲其他即个原住民的语言所以伫即个过程，咱就感觉讲哇，即个上帝创造人，互咱有遮侪种的语言，无共款的语言会当体会无共款的文化嘛是真趣味的一款代志咱全世界有偌侪客家人即摆经过统计有6000几万的客家人伫世界。咱台湾、中国一寡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其实拢有客家人的遮个存在总是伫咱台湾客家人有偌侪人口经过统计嘛是有460万的人口占咱台湾差不多1/4的人口总是真可惜的一件代志，就是伫咱的信仰的即个过程，客家人信主的即个比例非常的低所有的民族内底客家人信主的比例上少，差不多100个人无甲1个人若1000人可能若找有5个人就算袂歹所以有经过安尼统计伫即个德东镇德东有差不多将近要10万的人口，总是伫礼拜有参加主日礼拜，差不多1000人左右所以即个比例非常的低。所以因为安尼1980年瑞士的巴色彩会世界传道会、加拿大的长老教会、美国长老教会等等世界的长老教会有遮的宣教师来台湾了后，因就发现到其实台湾毋若干若有即个荷兰人，嘛有客家人，所以有一寡宣教师就开始来针对台湾的客家人做宣教大家应该拢捌即个卖遇到牧师麦牧师因为即个咱的客语圣经，就是麦牧师来做伙来参与来翻译阁有美国的邱福生牧师因虽然拢毋是台湾人，总是因的客语拢讲了非常的标准咱若捌甲麦牧师来直接伊的客语真正是教科书啦就是甲即个罗马拼音是完全标准的所以会当看到因的委身甲认同即个客家，所以因用因的性命来宣告，来带领更较侪人来认捌主所以伫迄当时，无论伫即个人钱财，也是即个物资伫迄个时代即个客家宣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年代瑞士的巴色彩会嘛甲其他的彩会来做伙推动客家宣教的事工，所以伫总会1982年第29届的通常年会，就决议成立客家宣教的委员会来专心客家宣教的这个事务甲发展
嘛因为客家宣教委员会的即个推动之下，2000年12月10号就成立客家区会，伫2007年总会52届来通过升格成做中会，所以即马客家的即个中会已经成立有几啊年的时间。目前伫客家中会有18间的同会，2间的支会。今年嘛要伫江林来设立新的即个教会因为客家宣教中会是一个目标，就是爱不断的宣教，不断的来即个起造上帝的殿所以今仔日代表总会来甲各位请安报告，嘛特别感谢。教会兄弟对总会客家事工的关心甲带导今仔日即个奉献嘛为着客家宣教总会客家宣教的事工来奉献来支持。大家敢知影？逐年咱伫总会客家宣教的委员会拢有办即个活动即个叫做全国的客家基督徒的灵修会。伫即个活动的过程，是邀请全台湾，只要认同客家，只要你对客家的宣教有即个负担、感动，拢会当来参与，不一定是爱客家人伫即个活动无看你的即个血统的即个身份证你只要愿意来参与愿意来学习拢欢迎所以伫咱的周报嘛有即个今年10月份初3甲初5伫台北天母嘛是要举办即个全国客家的灵修会伫遮嘛搁一届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咱无一定会晓讲客语，总是咱会当借着即个活动来了解客家的文化认捌搁较侪客家人咱遮在座有偌侪客家人有即个血统的拢算啦好，多谢。我本身嘛是客家人啦较早我无安尼讲总是我即马知影讲我的阿嬷是苗栗的客家人，所以只要有客家的即个血统，咱就是客家人咱嘛是爱勇敢讲，我就是客家人所以感谢主，互我有机会来伫客家中会会当来学习客语搁会当有机会来即个客家人来传福音。我本身是第4代的基督徒细汉台中出世高雄大汉因为老爸做工课伫高雄，所以我差不多1-2岁我就搬去高雄伫遐长大，甲做兵退伍做工课一直甲结婚30岁拢伫高雄总是尾仔上帝甲我呼召互我考台南新学院即个考调了后，阮就甲我的太太搬去台南伫毕业了后抽签抽到客家宣教中会来伫竹东信望爱教会，所以迄当时我将来毋捌来过竹东，嘛毋捌即个客家到底是啥物款的即个环境。我会记得迄当阵抽签的时阵想讲，即个中会签哪会名较长像咱新竹中会还是高雄中会、台北中会拢敢若地名即个客家嘛毋知啥物所在搁加一个宣教即2字，我想讲即个中会真特别呢我问人讲到底是伫倒？因讲伫新竹啦，我就讲新竹真好大都市无拍算到分派的时阵即个因就讲即个竹东信望爱需要即个牧者我就派去竹东。我讲哎哟，竹东这到底是啥物所在啥物国家？我毋捌听过因为咱开即个高速公路袂经过竹东嘛无代志嘛，无可能讲走来竹东即个所在所以过去对竹东即片土地是真生疏毋捌去过去到遐教会发现教会那拢70-80岁的长辈就像即个相片安尼迄当
是礼拜长的椅仔吼，佫是即个甲帮吼，即种早期的即个茶帮的椅仔，吼啊，伫迄个过程吼，我著甲上帝讲，哇，上帝你哪会派我即个毋捌来过竹东的来伫遮吼，啊，即个所在我真生疏，啊，佫爱学客语，吼啊，面对遮侪长辈，吼，到底是毋知要安怎，吼啊，上帝嘛对我真有意思呢，吼，伊无因为安尼祈祷吼，伊就甲我祝福伊，伫2年的过程，吼，会友一个一个，互上帝接去天国来泡茶啦，吼，本来会友就咧少啊，佫2年就减10个，我就真足烦恼的，我就甲上帝讲，哇，上帝啊，你即马是要互我，毋知影要安怎佫无回落去吼，人就咧少，啊，你佫一直甲会友拢接去天顶，吼啊，到底是要安怎？吼，当我安尼祈祷时阵，上帝就带我去图书馆伫4楼，吼，嘛无介悬啦，当时伫竹东已经算足悬啦吼。4楼迄当阵，阮对面的即个停车场吼，佫毋是即马立体停车场，即马若去4楼，就是拄啊碰到迄个立体停车场，拄啊去6楼吼，拄啊甲阮挡甲死死安尼，吼啊对面是即个空旷的即个停车场，吼，就互我看到对面吼有高中、国中、国小，吼啊，佫有即个真宽的所在，吼，我就有一个感动，吼，上帝甲我讲，你福音的即个场所，毋是干那教会会友，吼，遮个社区的遮个兄弟姊妹，遮个居民，拢是我所要爱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就想着讲，哦，对，阮教会有迄个赞美操啊，吼，伫教会10几年的时间，吼，会当透过赞美操来传福音。啊，迄当阵我囡仔佫细汉，吼，因为我的牧师娘是伫教会加生囡仔，吼，所以阮就想讲，啊无就为儿童开始来服侍，吼，所以迄当阵有即个烘焙班，吼，啊青少年。嘛，迄当阵拢完全无，吼，因为教会的断层吼，就是为60岁以下的拢差不多拢是个位数吼，所以就等于讲，阮着爱完全为头开始，吼，啊青少年阮是用幸福小组来引带遮社区的青年来伫教会，吼，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虽然看起来。吼，侪的困难，吼，侪的阻挡，吼，总是上帝互咱看到是超越，吼，即个一切，吼，啊，我嘛会记哩，有一段时间，吼，我的遮个较老辈遮个兄弟姊妹就讲，啊，牧师啊，你来即间教会足辛苦的，你敢知影即间教会是互上帝救助的一间教会？我讲啊，是安尼讲？因就讲，因为我是第6任的牧者，过去的牧者无一个带超过7年，吼，上悬就是到7年，有诶3年、4年就离开，吼，有诶传道书就离开，啊，会友嘛真少，吼，到我去进前，听讲是无甲10个人啦，吼，啊。我佫一摆佫听到佫较惊人的消息，就是讲，迄当时我派伫教会，尾啊，我小会议长讲，伊看我已经真稳定啊，伊敢甲我讲即个代志，讲你敢知影？伫你来进前，即间教会本来是准备爱关门，吼，本来是要收起来的教会，吼，总是尾啊，大家想讲，啊无死要做活要医啦，派一个新学生来遮读空。哦，来动一个，动2-3年，甲考虑看卖啊。哦，因想讲啊，这新学院毕业的传道书，吼，来遮读一个，可能佫有一寡时间安尼。哦，总是无拍算想讲，我哪会伫遐荒漠安尼？大家拢带一条，想讲，可能这摕到牧师资格就会离开啊。因为我相信上帝安排人伫每一个教会，拢有伊的旨意甲伊的带领。
我嘛相信每一间教会拢是上帝的名所设立的，所以毋管是伫我所住的教会，还是伫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拢是上帝要祝福的教会。虽然人的犯罪会带来这个影响，看起来是敢若是上帝甲即间教会咒诅，无爱互即间教会来成长。总是其实上帝是要互人来得到祝福，得到祝福。所以当咱愿意倚靠上帝，当咱愿意专心来跟对主，上帝就会互咱看到伫遮困境的即个过程中间，看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伫教会的时间嘛，因为大家看到讲，哇，即个传教者无因为遮的环境就来倒退，就来失去信心，反倒会当做伙来同工因为教会虽然资源有限，总是上帝赏赐的资源是无限，阿们吗？所以各位兄弟，圣经讲要花的灯火，伊无要吹灭。每一间教会拢是上帝的带领。伫教会这几年的目标，就是成做健康的教会。所以伫咱的生命的过程中间，咱会当看到有时咱的生命会拄到一寡无顺利的代志，有当时咱会看到咱的计划受到阻挡，特别是伫这几年疫情的期间，常政府宣布讲袂当超过5人来教会聚会。迄当时，我相信每一间教会，不管是侪人少人，拢真着惊，因为咱无准备好势。所以总是咱看到讲，嘛因为即个疫情，咱开始拍破咱的组织。教会嘛因为迄当阵的疫情，阮开始推动即个 RPG 的祷告小组，甲教会兄弟拍线。虽然咱人想要来组织。这个群我，总是透过这个疫情，上帝互咱的这个焦点，毋若搁干那放伫咱教会本身，互咱搁较大的眼光是放伫教会外口遮的居民，毋管是荷兰人、客家人，还是搁较侪的遮的族群、新住民，拢是上帝要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咱透过今日巴别塔的故事，咱会当思想，上帝所以爱咱人所做的是啥物？咱是毋是过去伤过自我的中心，伤过即个本位主义，致到咱无去注意到遐周围的人的需要？嘛，因为咱过去家己人的欲望，可能已经偏离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有当时透过一寡的苦难，互咱会当停一下，互咱会当喘一下，来思考到底上帝要爱咱人所做的是啥物。所以，各位兄弟，伫最后，我嘛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思想，伫咱的生命的过程，我毋知影咱即马心所面对的这处境是啥物款？有可能咱即马真顺利，嘛有可能咱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个经济也是伫工课拄着一寡困难，总是有一篇诗安尼讲，伊讲我求主互我一蕊花，总是伊互我真歹看，阁有刺的即个仙人掌。我求主，互我看到几只美丽的蝴蝶，总是伊互我真歹看、阁可怕的毛毛虫。我真着惊，我真失望，我真怨叹。总是经过真济的时间了后，忽然间看到仙人掌开了真水的花，这个毛毛虫嘛变成做真水的小蝴蝶，伫这个春风内底来展示上帝的旨意上水，开花成蝶，
爱时间等待。上帝讲伊，或者是有小可慢，总是绝对袂伤慢，因为时间一定要到。因为兄这这我这个厝顶所种的这个多肉植物，我有一天看，这个像毛毛虫的这个植物愈生愈悬，我就想讲敢若想要甲挽掉呢，这看起来无介好看。总是无拍算有一天，竟然开花啊！我就带一条，我紧甲阮迄个教阮种即个多肉植物的即个长老讲，长老，这开这花，这到底是啥物植物吼？伊就甲我解说吼，伊讲即个专有名词我嘛袂记哩啊，因为这真专业。总是无拍算，这花开一天到下晡时就谢掉。我就感觉，圣经毋是甲咱讲，虽然即个花安尼会早开花，下晡就谢，上帝嘛是甲伊看过，更何况咱人的需要。所以我希望咱兄弟，咱嘛会当透过今日的经文做伙来思想，咱即时人生可能拄到的苦难、拄到的问题，并毋是上帝爱咱要阻挡人，嘛毋是上帝要甲咱救助。就算讲咱想讲，可能咱得罪上帝，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咱会当向上帝来祈祷，伫咱生命的过程的苦难，是毋是上帝要互咱一个磨练，互咱会当经过即个苦难的经验，互咱看到上帝的祝福。当咱愿意耐心等待，上帝要互咱经历到，伊是搁真搁活的神，伊要将咱看起来是人的救助，会当成做上帝的祝福。有时咱常常互人乞笑，特别是咱弱势的这个族群；有时咱常常互人看轻，特别是咱的条件无比人较好的时阵。总是上帝总是愿意使用条件较无好，也是看起来遮细微细来成做上帝祝福大能的勇士。所以，毋通伫咱即个后疫情的时代，毋管咱即马的处境是安怎，咱做伙来仰望上主，咱做伙来跟对上主的脚步，互咱会当成做为主传扬福音的精兵。特别是即个疫情的时代，咱毋莫失去信心，毋茫咱勇敢向着这个主要爱咱所做的工来向前迈进跑走。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因为耶和华本是神，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毋茫上帝话语成做咱向前迈进跑走的气力。咱做伙来祈祷。天父天父，阮满心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会当搁一届来认捌主、认捌上帝。虽然即个世间有苦难，总是主耶稣你甲阮讲，你是赏赐平安的主，你要互阮的是平安的意念，毋是苦难的意念。互咱伫末日的世界，咱有盼望。伫今仔日特选的主日，求主嘛，互阮搁较认捌上帝你赏赐阮多元族群的即个祝福，互阮会当彼此尊重、彼此鼓励。搁较要紧的是，会当向着无共款的族群来宣告、来传扬福音，看到上帝的恩典祝福伫即个世界，直到主过来的时阵。我咱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三甲来应答上帝的话，回应诗541首，有两段歌词。第一段咱唱台语的，第二遍咱唱华语的，请起立。
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事现的同工。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对阮赐阮财富甲智慧。愿上帝，互阮真做逐项想事的好管家。阮真欢喜献上阮的文书才能来服侍你，嘛献阮的金钱为你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本主日是客家宣教主日，欢迎罗牧师代表客宣请安甲报告，伫2堂来讲道，请关心甲带导。第二点，本主日欢迎新生小诗班与台语礼拜献诗。新生合唱团基督徒的团员，莫怪早起一个入来看到真侪气质美女吼，可能一季拜一遍较拄好啦吼。好，谢谢。大家鼓掌。第三点，关怀组消息，关怀组调务主日2堂礼拜招待的同工，并重组招待团队。愿
愿意参与招待事工的兄弟，请往关怀组顺美长老，也是正会长干事报名。第4点，礼拜组举办音乐乐理视谱研习课程，伫个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半到5点半，授课老师是林志杰老师。第5点，新德区儿童美美句营会8月初3到初5，伫个圣经书院举行。详情请洽陶思妍姐妹。第6点，赞美操培训认证课程第1级招生，时间伫9月初2到10月初7，每礼拜六上午9点到11点半。第7点，暑假期间拜1到拜5上午的9点到暗时的9点，开放教室供学生温习功课，请洽干事室或林金熙长老。会籍转入，欢迎林静怡姐妹7月18入籍本会，转至台南中会12周教会。告诫消息：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9月19到20举办妇女灵修旅游，地点伫台中嘉义景点，费用3500一个人。报名伫7月30以前，额满截止，请详阅公布栏。第2点，经典赞美诗合唱研习会，9月3日下午2点到4点半，在桃园迦南教会举行，免费报名。出席者会赠送2本经典赞美诗歌谱集。第3点，妇女神学工作坊定8月21、22于杨梅中华汽车人才训练中心举行，主办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第4点，全国客家基督徒灵修会定10月3号到5号于天母沃田礼店举行，主办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刚才赖牧师有特别介绍过哈。好，牧师。客家宣教中会呢是过去甲咱新德中会是做伙安尼，后来因为对客家才有真大的负担所以因个另外成立一个客家的一个中会吼。那所以这几年中间客家的教会发展了非常紧，大部分拢是伫咱桃竹苗这个所在，信徒才上侪，信徒才上侪吼。所以咱为着这客家来奉献来祈祷啦吼。我当初算算吼，伫咱教会几啊种语言，台语、华语、客语泰雅语族佮英语真侪转来美国转来吼，佮真侪人讲日语，佮有咱阿美族嘛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族群拢伫这个所在。当初举手时，我讲咱的客家的这兄弟姊妹也真侪啦吼。所以咱来希望这客家咱后摆有较侪这个机会当来服侍。那伫咱节目中间吼，其实有几个这个报告。这个真欢迎咱的新生小师班，新生就是甲咱新生共名吼。每一个礼拜日我拢伫遐练歌吼，所以内面足侪基督徒，真侪机会去到其他的教会遮来服侍，特别常常邀集一寡咱的基督徒遮团员去到教会献诗吼。无论是咱长老教会，还是讲去到胜利堂吼，嘛是拢固定伫遐着献诗吼。所以伫遐唱歌合唱，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代志。当然嘛，咱教会有真侪爱唱歌的兄弟姊妹吼，特别来参加吼，直接邀请。那所以咱的教会嘛真注重这个音乐啦吼，所以谈到比如相片互咱看就是这个乐理视谱研习课程。除了咱教会兄弟姊妹以外，还有其他真侪教会兄弟姊妹来参加，所以你看这相片拢一满，一楼遐咧坐咧，那30几个安尼吼。那所以这是足盛况吼阮过去爱唱歌，但是呢，这个基本的乐理吼嘛无真了解所以伫遐在学习
安尼感觉非常好啊，安尼吼。当初咱的罗牧师我看伊伫即个德东迄个服侍非常感动。过去拄我去的时阵即个可能教会非常衰弱，但是当初我看到几场伊伫遐牧会差不多10档的一个服侍教会进步真多看了非常的感动吼。有几张相片就是迄个赞美操伫德东迄个附近遐对社区的即个宣告。咱春菊执事伊嘛是有兴趣也是讲这段时间伫咱教会有即个赞美操，定心要去组织，希望会当对咱的社区的中间用赞美操来对社区来传福音，所以有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来参与即个服侍。咱有一个相片就是咱的温习功课因为伊咧读册，我拢伫遮所以看到这囡仔咧认真读册嘛真感动啦所以我对伊的家长讲恁的囡仔伫遮读册足认真家长听了要足欢喜啦咱要考高中，要考高中考大学，所以若是咱的囡仔伫厝里，无一定考大学、高中啦，就是讲伊暑假真久的时间才有伴来到这个所在读册嘛真好所以咱对9点到暗时9点拢总真好场所，有冷气有诶读到足认真嘛，读到10点、11点安尼所以看伊遐认真实在是非常安尼真感动啦上帝祝福这个囡仔安尼林经理转职入来，这是林经理已经伫咱遮住了足久的时间才10年的时间所以最近才转职入来所以代表教会来正式欢迎因安尼补充报告到遮。郑强郑强对大家来回来非常欢迎。还有一位单独袂记介绍，黄志和长老甲长老娘伫这个所在，非常欢迎。这是宣慧姐真好的朋友啦伊的爸爸黄志和长老的爸爸就是黄6点伫咱长老教会界是非常受尊重真年长的这个牧者。我较早伫永和教会的时阵。永和教会就是黄6点牧师伫遐创设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看到黄6点的后生比较较年长啦佫比较年长所以看到的时候非常亲切非常欢迎。来吟祝福提恳的诗歌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相通，甲咱众人兄弟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绿岛